輪喺長江中又遇上龍捲風翻沉，但係點解長江水面會出現龍捲風嘅呢？有分析認為同出事流域嘅地形有關。而龍捲風吹翻船隻雖然係罕見，但喺美國亦都發生過。喺水上面出現嘅龍捲風又可以稱為水龍捲，佢哋可能係直接喺水面形成，但亦都可能係先喺岸上形成，再走出水面。同陸上嘅龍捲風相比，水龍捲一般風力較弱，持續時間亦都好短。除咗海面、湖面同埋河面都可以出現水龍捲。有分析指，監利縣嘅長江流域係有獨特因素，令到水龍捲更加容易出現。首先，監利縣正正係位於長江中下游嘅平原地帶，而平原本來就有利形成氣旋，而且呢段長江附近有幾個大湖，例如洞庭湖同埋洪湖。當夏天溫度升高，湖水蒸發令空中積聚大量水汽，一旦再遇上溫差，容易產生激烈對流，演變成龍捲風或者係水龍捲。船隻遇上水龍捲出事，雖然罕見，但的確發生過。例如根據美國有關部門嘅資料，喺堪薩斯州嘅波莫納湖，1978年就曾經有一艘觀光船喺湖上受到水龍捲吹襲，導致16人死亡。至於香港，雖然陸地好少出現龍捲風，但係水龍捲就不時有報告。對上一次發生喺上年8月，香港嘅水龍捲都有一定嘅破壞力，試過有10幾個貨櫃被捲上半空。